不听劝。以上，今天牧师所要证道的题目是地狱来的呼声，地狱来的呼声。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今天早上要从路加福音第16章来看一个主题，就是地狱来的呼声。我在2009年3月，我刚到台湾教会公报社上班的第2天，接到一通电话，那是更生团契的总干事黄明正牧师打电话给我。更生团契是在台湾负责各个地方的监狱的传道的事工的一个机构，它是成立在1981年，是由一个退休的典狱长叫做陆国栋他所设立。在1988年开始，董事会聘请黄明正牧师接任这个总干事。黄明正牧师是警官大学毕业，他在警界服役退休后，到美国旧金山神学院在那里读书。毕业以后，他在加州首都 Sacramento 开设了一间以马内利教会。牧师娘跟小孩子以前都是在那间教会聚会，所以我跟黄明正牧师很熟。在通话中，我问他说：“牧师，你有没有读过《更新周刊》？”他说有，他每个礼拜都有看《更新周刊》。我跟他说：“是不是能够让公报社在文字上协助监狱的事工？”他听了也很高兴，所以他后来就寄了大概10几间监狱的地址和他们所需要更新周刊的份数寄给我。所以从2009年4月，公报社就每个礼拜把更新寄到台湾的各个监狱。寄了几个月以后，有一天我们收到一封从台东太原监狱寄来一封感谢的信。这一封信除了感谢的话以外，他还说：“我有5个兄弟在外面为非作歹，请寄更新周报给他们，免得让他们有一天跟我一样来到监狱受苦。”他在信中又把这5个弟兄的姓名和地址都写出来，另外又夹了一张500块的钞票，他说要当邮资。我们看了那封信，真的很感动。后来在开社务会议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一封信拿出来念给大家听。我们称这封信是监狱来的呼声。刚才我们从圣经路加福音16章，也在这里记载一个地狱来的呼声。在这里说：“我还有5个弟兄，请你向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地方受苦。”弟兄姐妹，如果有一天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，你感觉有一件事是你最大的遗憾，我不晓得那件事是什么事，或是有一件事让你觉得很安慰、很高兴，你说还好我有做这件事，这件事不晓得是什么事。今天早上，耶稣在路加福音说这个故事，他说有一个财主，他穿紫色袍和细麻衣做的衣服，每天奢华宴乐，所以在他活着的时候，他跟上帝没有往来的生活，所以当他生命结束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回到上帝的地方。人，我们在今生可以分为属上帝或是不属上帝2个国度，将来也一样。所以你今生你若没有生活在属上帝的国度，人死了以后去的地方也是不属上帝的，那个地方叫做地狱，在那里有很大痛苦哀叫的声音。今天我们要从这个声音来听，它到底对我们在讲什么事。第一，那个呼声在我们周围，在告诉我们说：“请你告诉我，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”我们每天都在过生活、过日子，但是有很多人他不晓得人是为什么在活。有很多人虽然物质丰富，
很高的享受，但是他们其实是在浪费他们的生命。他们不晓得人生的意义。你可以做一个试验，你问你周遭的同事、你的朋友或是同学，你问他们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要做什么？”你有没有想过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大部分人回答不出来。也许有人会说：“我从小就读书，以后毕业以后做工赚钱，结婚生孩子，我哪里知道我要做什么？”所以在那个时候，你就有机会来告诉他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，向他们来传福音。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告诉我们，人生的意义就是回到创造你的上帝面前，跟他建立父子的关系，享受那种父子中间的爱。路加福音15章是新约圣经里面很感动的一章，在15章里面记载这个浪子。这个浪子虽然是这样，但是耶稣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天父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爱。这个浪子虽然对他的父亲有那么大的亏欠，他哪怕把他父亲给他的财产全部败坏，但是这个父亲仍然每天在那里等他回来。在15章20节写说，相离还远，这个他的父亲看见他，就怜悯他，跑去抱他的颈项，连与他亲嘴。接着，这个父亲要吩咐他的奴仆拿最好的衣服、拿鞋子、拿戒指，来为这个儿子戴上。奴仆在主人家是没有穿鞋子的，戒指是恢复你主人儿子的身份。所以在这里，这个父亲他不止这样，他还宰了肥牛的牛肚，和他邻居和他的朋友一起庆祝。为什么他那么高兴？他说：“我这个孩子是死有复活，失落有在得到的。”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听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是不是能够体会出上帝对我们的爱？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就是回到与这位创造你的上帝建立爱的关系，连结起来的关系，让你发出你生命的影响力，去影响别人。这就是人生的意义。John Wimber 他写一本书，这个牧师写一本《生长灵命的动力》。在这本书当中，他谈到他悔改的经验。这个牧师他后来领导北美和全世界葡萄园教会，一共有500间的教会，影响15万人的生命。他原本的生命也是一个没有希望、很失败的生命。他和他的太太有3个孩子，但是夫妻当中经常吵架，后来说要离婚，所以他自己离开加州，跑到拉斯维加斯，在赌城担任琴手，靠着弹琴在过日子。所以那种昼夜颠倒的生活是很痛苦。人最大的痛苦是什么？就是上帝，你的爱被人拒绝。有一次，他跟他一个朋友分享他痛苦的经验。他的朋友告诉他说，在拉斯维加斯旁边有很多沙漠。他说，你可以去沙漠当中对天来吼叫，去思考你的人生要怎样走下去。所以有一天晚上，他开车到沙漠当中，他从车子走出来，他跪在地上，他向天大吼。他说：“假若有一位真神存在，请你救我。”然后这位真的上帝，请你救我。他在那里流泪、反悔、认罪。所以天父听到这个孩子的声音。当他那天清早回到他宿舍的时候，他说很奇妙的事情在那里发生。在电话机里面，他太太留言跟他说：“请你再回到
洛杉矶，我们需要有一个机会重新延续我们的家庭生活。所以他听了那个电话录音以后，他马上离开拉斯维加斯，回到 LA， 两个人跟他太太又一起生活。他太太是一个天主教徒，他开始在那里思想，只有回到上帝的面前，才是正确的道路。所以他开始读圣经，有人带他去教会参加查经班。后来他说，在教会中，我看见有一些人生命的品质是我没有的，我就开始很羡慕那一种基督徒的生命品质。所以后来他决志信主，主耶稣改变他的生命。他一直追求和上帝中间父子的关系。后来他进入富勒神学院，毕业后他留在神学院教书，在他所做的这些事工上，带领很多人信主，来影响很多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什么是生命的影响力？什么是基督徒生命的影响力？就是在你的亲友当中，你所接触的人当中，因为你来认识耶稣基督，让他们的生命得到改变，这就是生命的影响力。你也能够有这种影响力。第二点，我们来听这些地狱来的声音，继续在那里说：“请告诉我生命的归属。当人生命结束后，我要去哪里？”路加12章15节，耶稣告诉我们，人的生命不在乎他的家道丰盛，因为上帝说：“今晚我若要接你的灵魂，你所积聚的要归给谁？”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灵魂的归宿，灵魂有一个要回去的地方，那是我们今生必须准备好的。所以用永恒做你的目标来看今生，使我们不至于在今生中间来失落，不能回去，也不晓得要怎样回去。永恒的归属是你最后你要去的地方。在我们亲人、朋友、同学中，我相信还有人，也许很多人还没信主。我不晓得你对他们有没有负担，让他们知道生命的归宿是回到上帝的地方。人的生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，上帝将生命当作一个最宝贵的礼物来给我们。但是我们的肉体只不过是一个好像一个壳，这个壳有一天会败坏。你的灵魂是要回到创造主上帝那里，但是人因为罪的关系，罪让你和上帝那个关系切断，所以不能回到上帝的地方。上帝因此差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，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担当我们的罪过，而替我们开了一条活路，让我们原本该死的成为有盼望。所以只要你相信，你就能够经验到神与你同在，让你有平安有喜乐。第三点，这个地狱来的呼声继续在告诉我们说，请你去做见证。我们看这个财主，当他到地狱以后，当他在那里受苦的时候，他忽然醒悟过来，他想到说，我还有5个兄弟，所以他对亚伯拉罕说：“我主啊，请你差拉撒路去我父的家，因为我还有5个兄弟，对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个地方受苦。”地狱来的呼声，在叫我们要去做见证。弟兄姐妹，我不晓得你做一个基督徒，你对传福音有没有负担？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去传，但是传福音不是那么简单。被人拒绝以后，我们就不敢再去传。拒绝真的很没面子，所以我们不敢去传。但是圣经说，凡对人的灵魂有负担的，每一个上帝都要让他产生果效。你有祷告，祷告就有负担，负担就有行动，上帝就要让你的行动产生果效。
那这种果效有的时候很奇妙。有一位老太太，她人很善良。当人传福音给她的时候，她每次都觉得说：我如果去信耶稣，我对我的祖先，对我死去的丈夫没有办法交代，好像台湾话说“鬼咒”。所以我如果去信耶稣，就是背主。所以她想信，但是又不敢信。上帝有他的方法。有一次，她生病很严重，在医院里面，医生也差不多束手无策了。教会的牧师、教会的弟兄姐妹到她床边为她祷告。后来她真的身体就慢慢好起来，所以她知道是上帝医治她。她在那里很受感动，她接受主。她有6个儿女，我相信在这些儿女当中，看到她的母亲这种生命从死里好像又复活起来，那种生命的改变，她的儿女一定也会有感动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得救，全家都得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假如你真正关心你的亲朋好友，你现在就要开始有行动。上帝会因为我们这一种心意来听你的祷告，让你能够经验到奇妙的事。不要等到那些亲人已经不在了，你在那里后悔，为什么我不早一天传福音给他们？好像刚才我们读到这一段的圣经，人死了以后就没有悔改的机会。C.S. Lewis 他是英国很著名一个文学家，他也是一个教授。有一次他受邀请到伦敦牛津大教堂，他对2000多人来讲道。这篇讲道章成为他最出名的一篇讲道章，题目是“荣耀的负担”。他说，上帝对这些属他的儿女，是将上帝的荣耀给他们。所以我们看人的时候，我们通常都把人分为2类，一种是在荣耀的国度里面，另外一类就是在荣耀国度以外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都会说“回来回瓜”。我们常说这句话，“回来”是什么？就是信耶稣的人；“回瓜”就是还没信的人。但是 Sears 他提醒我们一件事，他说：当你看这些仍然在荣耀以外的人，你要把他们看成有一天，他们也能够进入到这个荣耀国度里面。所以因为这样，你就会一直很迫切想要将福音传给对方。荣耀原文的意思是光，当上帝无限的光临到我们生命里面时，你看别人，你也要相信，有一天上帝的荣光也要进入到这一些还没信主人的身上，让他们也能够成为在荣光里面的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传福音，不是牧师，也不是这些传道的人他们的工作，也不是可以做不可以做的事，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要做的事。假设我们没有去传福音给对方，让那些人失去了接触到上帝荣耀的机会。所以将福音传到那些未信的人的亲朋好友当中，让他们有机会也能够得到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我们的责任，也是我们荣耀的负担。我在不久前接到一通电话，那是以前一个同事打电话给我，他告诉我说，以前我上班的时候在花莲一个总经销，那个经销商的太太，他要我跟他联络，很迫切要我跟他联络。后来我就打电话给他，这个太太告诉我，她说我去教会已经一段时间了，我感觉在基督耶稣里面，我的生命得到改变，我能够有那种真正的喜乐，所以我很希望我的先生也能够跟我一起去教会。但是我的先生告诉我，说你去教会我不反对，但是我不会跟你去教会，你也不要想说有一天我会跟你去教会。这个老板娘很伤心，她问我说：“
牧师，我要怎样做？我告诉他2件事。我说，第一，你要每天为你的先生祷告。上帝是垂听人祷告的上帝，只要你每天为你的先生祷告，上帝一定会垂听。第二，就说你要从你本身改变做起，让你的先生能够感觉到你信主以后，你生命有改变，跟以前不一样，用这样来感动他，来让他接纳。这个老板娘，她会信主，是我从前从来没有想过的。以前，他的经销那个店里面摆了2张麻将桌，那每天就是打麻将，奢华、脾气很坏的一个老板娘。我们公司的业务最怕他。但是当圣灵做工在他身上的时候，改变他，所以让他今天他也很希望他有那种荣耀的负担，他希望他的先生也能够跟他一起去教会，荣耀的负担。求主也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有这种荣耀的负担，就是我要将基督的荣耀带到那些还没有得到人的当中。有2节圣经节在传福音的时候很重要，是创世纪第1章26节跟第2章7节。在这里他有谈到上帝有将他的形象，将他的样式，在创造人的时候，在我们里面就有他的形象，他的样式。2章7节说，上帝吹他的灵进入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有上帝的形象，有上帝的样式。所以你能够告诉对方说，你能够在你的生命里面跟上帝建立这种关系，你要不要？你是不是要能够来接受神的爱，让你的生命有平安有喜乐？你要不要？其实很少人都会拒绝上帝的爱，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会说：“我再考虑看看，慢一点。”没有人会说不要，我不要上帝的爱我，因为人都需要上帝的爱。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，天堂是永恒的国度，是上帝同在的地方；地狱是与上帝永远隔绝的地方。所以，一个流浪在外面的人，不能够回到自己的父亲的家，是何等的可怜。今天我们早上，我们在这里敬拜上帝。我们除了敬拜上帝以外，我们在这里还有一个更大的使命，就是要带领人来认识这位上帝。保罗他对传福音有很深的迫切感，所以他说：“我若不传福音，就有灾祸了。”有一天，上帝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讨欠人福音的债。所以我们今天来教会，来淡水教会，不是说这间教会很有历史，这间教会很漂亮，这间教会的人对人都不错，还是说这间教会的牧师讲道很适合我听？我们今天来到教会，是你要对上帝说：“上帝啊，用我这个很卑微的人，在我存留在世上的时间，能够将你的福音的大能传给我周遭每一个人。这不论你是什么身份、地位，只要你信靠上帝，尽量去传，上帝都要使用你。”但愿我们今天早上的信息，能够再一次提醒我们，要关心我们身边我们的亲朋好友，还没信主的人，让他们有一天也能够进入上帝荣耀的国度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全能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爱我们，你又拣选我们这种卑微的人成为你的儿女。父神，我们知道有一天，当我们面对面站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要问我们说：“某某人，你曾经带人来信我吗？你有亏欠福音的债吗？”感谢上帝，通过今天早上的信息，再一次对我们说话。你要我们关心我们周遭我们亲朋好友的得救，让他们也有机会在神的国度，也让我们有这种荣耀的负担。
父神，愿你增添我们的力量，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当中产生生命的影响力，将我们未信主的亲朋好友能够带到神你的面前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